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個賽季有兩個新技能，一個係赴湯蹈火，另外一個就係知己知彼。赴湯蹈火係由新武將 SP 孫堅傳承嘅戰法，可以令到隊伍喺第2至第6個回合有抵禦，仲可以疊加。推薦星彩盾或者係藤甲隊伍使用。第二個戰法係事件戰法，知己知彼，需要用魏、蜀、吳各一嘅橙將去換。知己知彼可以令到隊伍首回合有減傷，之後仲會有增傷，而且仲可以疊加。推薦由劉備組成嘅隊伍使用，例如星彩盾同埋 SP 關羽嘅桃園盾。赴湯嘅抵禦可以多一層保護到星彩嘅護盾，令到 SP 關羽嘅洞察冇咁容易消失，增加隊伍續航之餘，仲可以令到隊伍輸出更加穩定。而赴湯配上藤甲嘅話，抵禦可以免疫到藤甲喺灼燒嘅時候額外嘅傷害1次，令到藤甲冇咁怕火。而另一招知己知彼喺首回合可以減傷，令到隊伍首回合冇咁容易被速攻隊秒殺，亦俾咗1個回合時間星彩去發動護盾。而隨後嘅增傷亦都好啱 SP 關羽用，呢兩招新技能都好啱星彩盾用。至於隊伍配置可以參考翻呢一張圖，咁喺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翻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